台南沙巴鱼年产量大约是22500公吨，产值大约是22.5亿，不论是品质也者是数量，拢是全国第一。为将台南优质沙巴鱼推荐给更侪人，市府农业局自10月5号到10月27期间，结合台南5大产区，联合举办2024台南沙巴鱼文化季系列活动。台南的虱目鱼占全台湾的将近1/2，是全台湾最大的虱目鱼产地。但是虱目鱼是一个平价，而且又是营养丰富、最好的这个鱼种，而且对于国民健康对于美味料理都有是非常厉害的表现啊。所以我们非常谢谢来自我们学甲将军七股北门以及安南区的虱目鱼农民渔民，他们养殖出非常好的虱目鱼，也感谢许多各界，包括大师、包括厨师、包括许多好朋友，他们能够把虱目鱼料理成非常多的种类的这个料理。不只有各式传统沙巴鱼相关产品会当采讲，在北门区的展示活动，更推出沙巴鱼汉堡、沙巴鱼碗粿以及沙巴鱼烟肠等多项创意料理，就是希望会当吸引更多少年人来参与。这个是我们那个虱目鱼汉堡，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早餐店，然后在我们芦竹沟早餐店，一个小女生回家返乡来创业的。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台南有名的是虱目鱼，然后我们是希望说透过不一样的料理方式，然后让那个更年轻的一个族群，他可以来接受我们虱目鱼的料理。农业局代理局长陈仲杰表示，2024台南沙巴鱼文化季系列活动，10月5号在北门水晶教堂率先起跑，10月19在客家花总公园，10月20在七股游客中心，10月26在将军昆新昆明里活动中心，10月27在安南四侧大众庙，适逢台南400，今年度更结合台南400鱼龙地景艺术节甲影像主题展。10月19日，嘛有邀请友人神鼓在沙巴鱼的产地金仔角瓦盘盐田演出，欢迎各人大众10月来台南过一个艺术甲美食的旅行。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